南華銀牌講拜拜，擁躉好燥底。比賽咧有贏有輸嘅，又唔使咁樣啊，輸品就唔好啦嘛。銀牌4強首回合輸咗3比2嘅南華咧，琴日就作客旺角場，次回合要贏2球以上先可以晉級啦。不過公民又點會咁易俾佢得逞啊？自己唔能夠增添紀錄，都唔會俾客隊任何機會啦。就算南華揾到空位，都浪費埋啦。呢場比賽咧，中場爭奪真係好多噶，南華球員就差啲沉唔住氣，好彩球證都只係口頭警告啫。上半場兩隊就互無紀錄啦，去到下半場南華都叫加強咗壓迫嘅，但係公民門將謝德謙守得住。最後南華無功而還，總比數輸2比3喺4強出局。連續第3季完進銀牌賽，公民球員呢就繼10至11年球季第2次打入銀牌決賽啦。今日尚算成功啦，咁都好辛苦啦，真係呢場比賽，因為我哋兵員真係好有限，其實大部分球員今日踢足晒全場咁滯嘅，咁變咗呢場真係一場好難得、好辛苦嘅比賽咯。入決賽辛苦都值得啦！今個月27號就會鬥南區同埋大埔嘅勝方。